最后就是这啦。你说我卖其实这几样咱算应该无啥好讲。先做，我感觉电动到最后啊，一定要有一个教育意义。你若是，那时我就想，我为啥你说我卖，我之前无算，即摆算可以算，就是因为我会为这个作品内底去思考人的物件，就是人甲人之间斗阵，而且而且连接到现实，咱会当去安怎选择，若是咱真正发生战争的时阵，人甲人要安怎相处，咱要安怎继续行落，咱的文明爱行到倒位。所以你说我们对我来讲是一个，会当算一世项物件，希望伊会当继续出较新物件。迄时阵我就咧想讲，这人类的灾难气候甲战争，叫病毒啊，病毒是嘛是人为的，我感觉人为是较困难，人为是较歹解决。人为是较，无人为是较歹解决。佮有一寡天后的啦，比如讲，这个公司后壁出一个乒乓乓球 ，Force Punk 嘛，迄就是一个极地气候所造成的一个影响啊。这嘛是一个重点，但是我感觉人类应该爱先解决人类的问题，咱这个种族问题。所以，这个作品是真正是新作，而且会当算一世人。50亿的作品，有一寡可能不算了，但是该讲应该讲了，50加进啦。如果按我即马睇，我嘛应该会当睇了几个，但是这是我伫我心中过程中10单以来，10单以来，应该是算10单以来，嘛未算10单以来，我自细汉开始算电动到即马，有10单啊，到几啊10单啊，到即马，我若要加一个完全无熟悉我的人讲电动的时阵，我会上少讲出这物件。虽然看起来足济，但是也是讲，因为迄是过程，迄个过程绝对会起一工，你若起一工嘛足奇怪。大概就是安尼啦。看一下到底老高的，应该是无。我较散啦，因为这个物件应该照时数排，就是毋是照伊的出版时数，是照我算过较有印象迄个时间点。亲像 Silent Hill，就是 Silent Hill，我毋是伫我童年时阵算，我是伫我开台了后开始咧算。亲像这种物件，爱记而且爱分辨。但是细汉时阵算过物件就是上头一步，爱一步一步落来。缘分的物件其实我知会出来啦，我这个物件一定摆会出来，但是我就唔开讲了，遮开差不多2点至3点钟的时间。